大家好，我係英皇教育任教中文文學科嘅洪偉權。臨近 DSE 考試啦，要信嘅當然上一個有實績嘅老師啦。喺2012、2013嘅 DSE 入面咧，我哋學生能夠做出嘅5星星率咧，係比全香港高於4倍嘅。當然除咗同學努力之外咧，更重要咧就係一個精準嘅教學啦。今年嘅奪星課程咧，我為大家開辦4個 plan。Plan A 咧5卷合一，6堂時間同你收窄所有嘅大熱門範圍，係一個咧最重要嘅奪星課程。Plan B 口碑載道嘅閱讀理解訓練班，我會幫大家改卷去分析翻大家嘅當中嘅問題，有個排名賽。Plan C 會同大家做一個咧終極一操，會係短2堂時間，臨近考試前1個禮拜咧，同你去温一温書，咁等大家有問題嘅時候可以直接向我發問咯。Plan D 一個好創新嘅課程，會同大家教下口語，等大家咧6位同學，我哋一齊咧去做一個模擬訓練，由我親自落嚟指導大家㗎。4個課程對大家奪星咧有為幫助，希望到時我哋上堂咧可以見到同學啊。至於咧，我有中國文學科課程啦，短4堂時間同你收窄文學嘅作文同埋文學賞識部分，多年貼中大量題目，相信係你嘅信心之選啦。同學就等我洪偉權幫大家踏上你嘅奪星之路啊！我哋上堂再見。